乡亲啊，继续甲镜头刷到中华，来看这个中华发生一件真离经的轿车爆冲的车祸。有一个21岁少年呢，赛车倒弯，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，先去弄到一个要过大路的太太，可能是弄到人伤过紧张，想要打档啊，煞打做油门，这个车怎啊搁冲出去，搁去弄到2个骑机车的骑士，最后是弄到人的人家厝，这个车才停落来。 银色轿车倒弯的时期，弄到一个要过车路的负责人，这个负责人被弄到了后，练起哩，眼挂了，搁练落到涂骹，敢若有好正练搞着。这个驾驶弄到人了后，并无动点，继续搁驶，搁弄到路边2个骑倒摆的人，一男一女，连人带车被弄倒在地，车搁弄入人家厝。就是对啊，靠来弄到一个阿婆，要打洞啊，打谁然后总要倒吹，吹谁足紧的，然后搁弄唔知。踩刹车就踩到油门，还是怎样？ 轿车连环弄附近的人拢惊一条，被弄到人家厝玻璃门是破了。车祸地点伫中华市区的和平路，当时民众看到轿车将人弄到伤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发现赛车是这个21岁姓林的查甫人，伊拢无注意，才会去弄到人。被弄到负责人送上救护车的时有着惊，弄到伊的驾驶嘛同款有着惊。那这个驾驶一时紧张哦，误将刹车踩成油门啊，导致车辆失控撞进一旁之骑楼啊。警方讲，肇事驾驶无啉酒，可能是弄到负责人的时惊到想要打档啊，煞去打到油门，才会继续失控，一直冲乌白弄，造成3人受伤，被送去病院，有7台车被弄歹去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